智慧，讲台语，提报班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Top 队。大家好，我是 Top 队，我们要来甲恁弄起来滴水，互恁自家吵。哎呦妈啦，好凶啦！好，来第二组来宾，欢迎阮的秀队。秀台语，人儿练水花，人人骂，阮赢啦！哦，对啦，希望两边拢赢。来，咱即马秀擂台，谢你，豆豆来，豆豆来。来，哎，你去倒，来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，今日哦，两队拢是练水花啦，对，真正足够练，你无看拄啊动作惊死人。啊，过来咧，好就好。嘿，不过哦，输赢就是安尼啦，看上会摕到奖金，我都唔知影啦。先来介绍阮这组的队长哦，嘿，阮的好主，好就想起内底看到迄个好主，介绍啦。好来，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练水花的队员，没错没错是阿公阿嬷拢足介意的山猪妹。哎呦！大家好，因是来练翠花，我是来插花，亲像一蕊无钱花上厉害的山猪妹，多谢大家。非常无钱啊！来个扫入去。 Made in Taiwan。大家好，我是表妹。大家好，我是胡迪，我是 Made in Taiwan。是来为大家示范一个什么叫台语的练水花。对来表演一下。哎，直接来啊！最近啊，我就做想要去食这个日本料理的。日本料理啊！嘿，你帮我认识一个。来，来，伊拉下伊马塞。嗨后边先请请问你几个人啊？莫甲我跳过啦，我伫这啦。嘿，我一个啦。一个吗？对。来，这 menu 你先参考一下吼。哦，好啊。啊，你看伊对介意倒一位小姐，你会使甲我小解一下。喂，这公司呢？你今晚是咧讲啥？咱公司做一水的小姐，你看菜花子啊，啊，搁有米寿子啊，啊，搁有咱火鸡子啊。无啦。因这种拍摄是阮爱去甲因服务，毋是因来甲阮服务，了解无？我毋免服务，咱直接入去就好啊。直接入来对啊。来，先生这边请吼。好。啊，我先帮你整理一下吼。好。来，小等一下哦。你甲我整理要创啥啦？款倒啊啦。整理倒啊。哎呀，嘛毋免款啦，菜捧出来啦。来，这卤肉饭来啊。日本料理啦。多谢大家。练水花就是十高水，短啊尔吼，迄趣味就出来啊，你知影无？是安那哦会。做到第二季的，就是表示讲哦，大家拢爱看。你小等，你互我介绍一下嘛。嘛是爱介绍观众因为我这边哦，足用的哦。好来，欢迎这队来宾队长。啊，队长蔡华姐啊，欢迎。哎呦，围公比主持人较济就无几个哈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彩华是。咱透过秀台语这个节目呢，非常之好看。啊，我是常常咧代班呐，但是我跟你讲吼，啊，今仔日我带来这几个吼，我是代班呢。无，哦，因是真正哩，这个节目内面呢，表现了非常之赞的啦。这三位呢讲出来，大家吼一定对因有印象。好，先介绍第一位，灰姐啊。哦，灰姐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全国年纪上大的练水花演员，不敌会灰姐姐啦。好来，佮介绍你啦，欢迎。灰姐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一季的选手。好来，佮介绍你去。得名啊，嘿。得名啊，是。大家好，我是住伫高雄嘉定的越南新时代得名。是介高水啦，哈，上尾啊嘛是爱介绍一下，这个当时要报出对嘛，这上重要的嘛。来。talk 秀台语，我甲你讲吼，这个。加啦，这个我写后壁啦，哎呦9月26啦，每礼拜五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啦，是。会记啊，暗时8点，拜五暗时8点，我甲阮收看啦吼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，欢迎咱罗公行罗老师婆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，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，买新厝。对，
就是爱接广啦吼。后来是安怎通找到100万啊？这是有规矩的哦。阮逐摆吼，像今仔日这集，恁若是赢，上济会使摕4、5万块走拢无问题。无共款的迄落奖金拢无在这1万块100万以内哦。哇，你这个这么有钱哦！因为阮主持人较俗啦，爱拼爱拼几关。嘿，今仔日是初赛，哦，初赛有初赛奖金，啊，若今日赢，搁进入复赛，复赛搁有复赛奖金哦。啊，搁来，你若搁赢就是总决赛，啊，上尾啊冠军就会使摕到100万哦。是因为恁拢足够练喙花嘛。是啦。啊，毋过台语讲了安怎，我是唔知影啦。爱拼者，爱拼者。无唔对，咱即马开始来啊，吼！起来，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饼，来台语心事大调查，要调查啥呢？譬如讲一个简单的物件吼，头先有咧跳舞嘛，啊那 breaking 的台语要安怎讲？这就是台语的心事大调查咯。是，啊，而且阮等下阮两个讲的两个答案拢是对的。拢是对，阮即马只是要调查讲，互恁有一个讲答一个是较侪人在讲，较侪人讲，较侪人选的，唔对，啊分数安怎算？咱这回合拢总3题，若是拢讲到，上侪得到6000块。哦，来，6000块先摕起来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云霄飞车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云霄飞车哦，美秀这边是。飞天车哦，来，大家看者，大家看知影云霄飞车就是安尼，甲上悬的时阵，敢若要飞去哩啊，嘿，飞天正地安尼。我的简单就是飞天车。哦，啊那阿雄我这边的讲话叫冲蛇车，唔那冲过转过西哇哦。你的嘛真有道理咧。是啊。啊，不过咱两个到底是较侪人讲我的飞天车，还是较侪人选我的冲蛇车咧？哦。就来，互恁两队选择啊！来，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眼睛边。哦，来，你还未试哦？sorry。哦，有啦，风险有甲分开啊啦。是，无唔对。来，我来问一下阮的孝子，你啥若是选飞天车？因为这较好记啦，阿常讲的飞天会撞地啦，啊你冲射，这感觉敢会去冲到，去刷到，这无好。是，但是阮嘛无把握，嘛是爱算一下。对，哦，是，所以你甲讲迄冲来冲去就是你，换恁选就对啊啦。对，因为浩子哥讲就是一人经济安尼，平均一下安尼。有道理呢。恁选的是飞天车。对，因为我感觉飞天车是上介简单的讲法，比较人较知影。吼，而且因为伊是飞天嘛，伫天顶安尼飞来飞去嘛。啊，你讲冲蛇车，哪有人搁大冲，搁大说，无遐好讲绕舌啦。对，所以我感觉飞天车是上侪人讲的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咱这条答案哦是伫美秀迄边。这当然是新的物件，以前无啦吼。要安怎讲？就是去调查的结果是，选飞天车的人有超过70%，选冲蛇车的人无到30%。所以若要讲较侪人讲的，就是这个飞天车。今嘛促销第二要来啊！哦，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富二代的台语。倒一个较侪人讲。后来美秀这边是阿霞囝。咱以前拍戏的时阵，你也看迄有钱人出来就你看阿霞来啊，因后生因为富二代嘛，就是少爷嘛，是加一个囡仔，所以我这边的答案是阿霞囝。那阿雄我这边啊，上简单上直接，叫做好爷囝。你的嘛真有道理，因为好爷人嘛，伊的囝就是富二代啊，就是好爷囝啊。伊的嘛真有道理哦，互恁选择啊！来，两边咱请选择。加油哦！阿雄，眼睛边。那唔使风险，大家分开哦。是。
哎，真正有啊，你会真正听起来嘛较顺，听起来真好听。好来，山猪妹，你捌听过无？好夜囝，好呀，你会讲好夜囝，还是讲你捌听过？我会叫伊客杯。你直接连客呗，直接该捞来啦。嘿啦，我感觉安尼真好，上主要吼，伊拄只吼又伊是好夜囝。伊是好呀，哎呀，客拄只杯。你拄只安怎讲的？因为较早细汉算迄个有一个游戏叫做大富翁嘛，啊，对大富翁啊嘛有人叫伊做大好野人，所以我就想讲伊直接的应该是好夜囝。好，来换咱这边来花枝啊，嘿，我感觉阿霞真正敢若足古早的年代啦。甲你讲，参我这个少年，我这少年我是毋捌听过啦。是是。嘿，所以我真的你明明给我误会。好夜囝啦。哦，好夜听个较顺啊。对啊，因为即摆人拢讲好野人，好野人嘛，对啊我咧讲阿霞嘛，迄古早的讲法，即摆拢好野啊，哦，这人就好野，啊，因囝好野囝啊，哎呀，较顺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下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咱这条答案吼是伫阿雄这边。两边拢真巧。那这个阿夏囝吼，其实是较早的人讲的啦。我记得时代拢定讲，这个是阿夏，啊，所以伊的囝就是阿夏囝，就是好野人的囝啦。啊，不过即摆时代无共吼，大家较无咧讲台湾话啊吼，所以阿夏这个讲的可能少年拢毋捌听过，嘛袂晓讲啊。啊，好野是大家还搁咧讲啊吼。啊，所以即摆吼，咱调查的结果是，选这阿夏囝有32%尔，较无到32%，啊，不过选好野囝有超过67%，所以咱的答案是这个好野囝。促销，促销第三题要来啊哦。哦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哦，请问哦，无人机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无人机哦，嘿，大家拢知影无人机嘛？对啊对啊，无人机。是，美秀这边是龟啊飞行机。哦。你知影啥哪像像龟啊？因为无人驶呢。哦。啊，咱以前不是看车内无人驶，是不是内面有鬼？哎呦，阿姊，我来讲，我捌去驶过3栋半，大家嘛当作迄台车有鬼。因为无看到你。对。哎，对啊，所以讲啊，就去参与这种情形，我感觉龟啊飞行机确实合迄个无人机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啊，我这边叫做自动飞行机。哦，嘛是同款啊。因为亲像无人的物件，就是大家是即马吼以前会惊，即马大部分一想就是讲应该是自动化。哦，譬如讲坐迄个捷运哦，捷运有诶头一节车厢无人啊，迄就是自动化，所以叫做自动飞行机。哦，真歹有哦。来哦。好，来，咱两边请选题。必须阿雄演一边。哎，较巧的哦。哎呦！哎，哦，真正要变分数啊！要变。好，来，咱好诶。阮这边的意见呢，有人龟啊，有人自动的，这个太难的啦。但是阮有咧讲无人机，毋捌听过，这佫有加自动的，佫龟啊，所以阮只好分散这个风险。好，啊，那咱这边的伙计阿姨啊，讲鬼啊有较恐怖啦。哦，因为少年人可能较惊鬼嘛，所以吼较无可能讲这鬼啊飞行机。但是即摆自动车真多啊，所以伊会可能讲自动飞行机。吼，伊即摆的年代比较符合啦。是，对，伊家己自动嘛。嘿，啊，即摆现在。即摆自动车真多啊！到底是我的还是阿雄的咧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咱这个答案哦，伫阿雄这边。哦，咱调查的结果吼，这个自动飞行机吼有差不多84%的人选。这悬哦。嘿，啊，几啊飞行机吼无到16%啊，16啊，16几尔啦吼，无到17%，所以是这个自动飞行机较侪人选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看两队的分数，看完脱队。脱队即摆有4000。哎，袂歹哦，来阮秀队咧。即摆有6000。哦，好，起来，咱的第二位啊 ，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哦，咱今日要看过去咧。是，咱这回合吼会带大家看古早的相片。哦，啊，这相片吼用 AI 可以变成影片会叮当哦。哦，上古早。嘿啊，有当时啊可能是活动，譬如讲庙会啦，哦，譬如讲拍册啊啦，啊有当时啊是街仔路，还是啥物
较奇怪的景点，带你看一下。因为像古早我拢袂记啊呢。不，因为我即马是这个时代，我了解这个时代诶，迄个即马人，迄个少年人咧讲的物件。啊，像古早的吼，哦。无你免烦恼，这免你烦恼，人即马 AI 会甲你烦恼啦，吼，你就互伊即张相片了，你若讲啊要甲阿公阿嬷，吼，就敢若相片尔，拢袂叮当。你若想要搁较想要迄种友情啊、感情搁较深的，伊会甲你用叮当，来阿嬷就会甲你摸一下，哦，迄看落足感动的呀，老目屎的，时代已经我这是咧看感情。哦，看感情啊，我都已经有信心啊！你等下吼，我，你看无感情是这个问题，我冇感情，我冇讲你有感情。你唔是无情无义，你太无情无义食百里了。你等下错咧等。袂咱的问题拢伫内底哦。吼，来，按你分数哪算？咱这下拢总4题，每一个人拢会使落来回答，那拢对，再摕到12000块。哦，开始的时候咱上爱先提示哦。啊，咱手放在遮，啊，等下我若讲吹落去，咱就甲吹落去哦。车水答就吹落去哈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哦，咱下来要看影片哦，是战后初期，咱台湾有一寡罐头卖到全世界去哦。哦，罐头卖到全世界哦。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这本来是袂叮当的呢，哎呦，真厉害哦。哦。对啊，咱台湾咧修成这种假纸创下出国纪录的金世纪录哦。啊，你敢知影是什么款的假纸咧？什么款的假纸哦？哦，我自细汉食到大汉的，是。我到即马搁就爱食。倒一种果子罐头创下世界纪录咧？咱下来要看影片哦，是战后初期，咱台湾有一寡罐头卖到全世界去哦。哦，罐头卖到全世界哦。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叮当啊，叮当啊！哎呦，这本来是袂叮当的呢，哎呦，真厉害哦。哦，红来罐头。对啊，咱台湾咧修成台湾也好所在。哎呦，哇，这古早哦，我要出题啊！哦，好好哦，今日咱要几多位？咱请出题。是，咱头拄仔影片内底看到迄种假纸，你敢知影？这种假纸创下出国纪录的金世纪录哦。啊，你敢知影是什么款的假纸咧？什么款的假纸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哎呦！哇！采花籽啊！采花籽啊！你大条伊啊！你大条伊啊！来，有咧炒饭无共款啦。紧的，因为这嘛通啊炒饭啦。我拢有咧驾车，有咧陪车。旺来罐头，旺来罐头。我自细汉食到大汉的，是。我到即马搁就爱食。是。你捌食过细汉的时阵，迄种罐头，啊一片一片的。对，爱用迄个一直。迄就敢若破病的时阵，甲食一片的。以前罐头最珍贵啦。最珍贵啊嘿！而且是我细汉的上爱。水果、零食、细修啊，哎，汤拢袂使现场对吧？袂使，我啉落去，啉落去啊！伊不补咱的啦，不过介好啉。以前人就是好，是不是旺来罐头？我知哦。老师，咱旺来罐头对唔对？正确。嘿，来分数，恭喜你了3000咯！哦，来。对，咱台湾吼正旺来吼一直甲品种改良吼，所以不但是甜度悬，啊，佮较袂遐粗丝。你若去其他所在食旺来，你会感觉伊足粗的，啊，佮足酸的。啊，咱台湾足甜，佮足油的。啊，咱台湾即马品种嘛足济啦吼。无共款的品种，像最近开始可能出这个牛奶旺来。牛奶旺来肉是白色的。啊，佮有一种哦，霸王旺来，一粒正大颗，差不多4个遐大粒。哎呦，哦，这是干那咱台湾才有法度种出来。所以，咱迄当中销全世界上济就是这个旺来罐头。佫有3位啊，可怜啊，可怜啊！好，加油哦！少年，少年。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，咱即马第2位哦，咱的表兄妹甲咱的阿伟。伟德，吼是，像恁这哦，你有另外一个 partner 嘛吼，甲你同齐，这是因为恁较会有迄落较会下啦，
久啊了，就敢若亲像咱华语你讲的默契。对。嘿，啊两个来吧。我印象内底台语表演老厉害，上好笑的是以前迄个碰碰甲廖准。啊，对。不容易大组来，若看到一定好想要看，大家拢感觉。你知影先摆有够厉害，是我看过因伫后台。啊那。因迄根本就是无像咱即马有写的，毋是你讲迄啊，两个就斗的，就敢若开讲安尼，就去哩安尼。啊嘛要拍要扒，就是临时的。哦人伊毋过人伊会停拍，互伊拍，足厉害。嘿，迄是你甲看偌久进前都有即种练水花啊。是啊。哦，所以讲希望恁这少年愈来愈厉害啦。而且亲像伊安尼，遮尔红，遮尔青。第二题啊哦。加油哦！分数一定要摕给咱这边的压力较大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车题是。是，刷来要带恁来看是1992年的基丁。基丁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！你抱迄是啥物啊？一支？我细汉坐过呢。哦。迄真正真侪钱呢。哎，足侪钱哦。真侪钱哦。来，咱今日去倒位？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看到这种用人力来载客的这种交通工具，伊叫做啥物呢？是交通工具哦。哦，来，咱请出答。来，阮这边好表妹。三轮车，你无看我不就知啊？拖吗？两支卡。系啊，敢是叫做两卡车。两卡车，你在后面讲，两卡车。来，不要紧，来，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两卡车。三轮车，三轮车，三轮车。练嘴花啦。来，分数先。来，各位弟就3000咯。早期的时候，汽车无遐尼济啦，啊，当阵啊人较济啦吼，啊，所以迄个人工吼较无遐尼贵啊，所以足济人是用这三轮车咧，共载人客咧趁钱的。我记得时代这还佫足普遍的吼，我老母伊当阵若要去港的所在，就会叫三轮车，真贵哦，哈，真贵呢。对啊，买啦买真贵啦。拢会使先甲伊讲价啦。我要去倒位啊，偌济钱？啊，伊若讲啊，你讲啊，伤贵啦，伊会甲你讲，无甲你减摕偌济，啊，拢迄当拢总几角钱，若是1块2角安尼，就会当坐啦，无讲足贵的啦。啊，当然尾啊，就有迄个计程车嘛吼，啊，计程车出来以后吼，咱的政府就有辅导因专业，希望因改道，莫去做这道，因为伫迄个路的交通是有这个足无方便的。伊会互迄个交通的速度变慢落来，所以慢慢这个就无去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袂歹，分数又起来哦。哦，即马差在2000尔哦。嘿，2000尔。好，来，咱今日要讲2个哦，来换人。来，第3位啊哦，是2对客人足紧张的讲，啊，你较慢的啦。哎呀，你看感情偌好，有话起来拢唔讲话咧。是，你平常时是你做啥货？进前？哦，我进前伫咧科技公司做主管。你足无聊的，你迄个有薪水通啊摕，你是来遮要创啥啦？啊，是薪水已经摕伤济啊！无啦，就是想讲大家练遮喙花，练遮消话，我先看看有找有翁无安尼啦。哦，不要紧，你若要找翁哦，真正，你介什么型的？我就是讲，参我这个年会吼，有3个条件啦。3个条件啦。第头一个条件就是希望交我差不多岁的人，伊佫有头毛啦。啊，有头毛啦。袂使咱头毛啦。对啦，嘿，佫有头毛的。啊，第二个就是佫有喙齿啦。哦，头当地来讲。对。啊，第3个就是讲免斗上手，家己嘛用喘气的啦。哦，安尼就会使啊，安尼就会使。好啊，对。安尼好吹啦！我本来伊要求讲爱晓煮食。啊，毋过我参加因第2季了后吼，我感觉我进前3个条，无我这3个条件我都想要改。我就安怎？你改较少年嘞？对，我感觉有这种有马数的，感觉较好。哦，我常常感觉做会大，唔知是安怎。会姐，你要过会一下。对，会来啊，开好大卖照。是不要紧，阮这种代志有缘你就会来啊啦。有缘就拄着。放心哈。来，咱即摆分数先扭起来，再搁讲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题是。是，刷来要
要带恁看是60年代庄卡遐囡仔上接本的一种乐器。哦，乐器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哦。好，来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是相片内底有2姊妹啊，一个分的是品啊，另外一个分的是啥物咧？哦，另外一位分的是啥物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请，来试看麦。口琴，口琴，口琴，是，好，你确定？确定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口琴对唔对？正确。啊，早期哦，这口琴是足时行的啦。我囡仔时代我嘛有分过口琴啦，因为讲起来伊唔是讲足贵的啦吼。是。啊，嘛唔是足俗的啦，但是就是讲一般人，你若欠几个月啊，都有钱通买一支口琴。啊，买学口琴真简单啦吼，你对人分哦，不免几摆啊吼，你唔免看乐谱哦，你就会晓分啊。所以你若分好识，足紧就会晓啊。是。啊，即马就较少人在分口琴嘛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袂歹哦，分数有水界，最尾搁差1000哦。好来，上尾一位来啊，今日换人。哎，那第4位起来应该是拢是算不离搞的，才会参加阿丁的。嘿啊，你甲看，因为这个分数要冲起来无简单的。没错。哦，要摕奖金嘛哦。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咱刷来，这个影片会看到经过咱花莲台九线最出名的地漂。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。哎，这地漂无啥物变呢。我进前才去过呢。这里有印象啊？有，我去遐接车。哦。是讲台语，唔知要安怎念。哦。那离那只乌啊呢？今日咱们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啊，袂。免紧张，免紧张。我人要拢来的。好来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是，咱昨早看到的吼，这座地漂伊叫做什么呢？地漂哦。哦，你知影几个字哦？我知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咱这边选题妹。我赢哟。嗯。你敢知？我试看卖。好。你先。百回归线。哦。百回归线。百回归线。归线啦。好。规条拢是线。规条拢是线。嗯。好，你确定哦？您确定吗？你问你家己啦。归线。归线。百回。哦，百回归线啦。百回啦。百回。好，来，你先讲给老师听。来，老师。百回归。百回归线。好。好来，老师伊的百回归线对唔对？正确。来分数。有一点杀青咯。咱台湾讲是亚热带啊吼。啊，因为就是有一条咧北回归线对咱台湾过，啊一头伫嘉义迄边，一头就伫花莲这边。哦啊，这条线以北吼，就是亚热带，啊那这个以南吼，就是热带，所以咱南部的天气继续烧热的。哦，像讲咱台湾吼，一年冬天拢有西瓜，啊其他的所在吼未出西瓜，不过屏东会出西瓜，是因为屏东就是热带，哦，所以的天气一年冬天拢是足烧热的。哦，所以因为有这条线经过，所以咱是一个以这个线以北吼，就是叫做亚热带，啊以南就是热带，所以咱台湾有南部有足烧热的天气。爱讲的无毋对，就是北回归线，啊这是一个北回归线标，哦，一个标志啊。哎，袂歹哦，吼。恭喜！有当时有看到哦，好安尼互相就对啊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看一下分数，咱看咱top队。top队即摆13000。来，咱秀队咧。秀队有9000。哦。好，来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哇！
看到无？问号是啥？是，问号就是代表无共款的奖金啦。少的吼3000、1000，济12000、15000拢有哦。哎呦，看你通啊要着倒位，那8提示哦。做艺来，大家拢知哦。钱、红包、喜剧、银票、值万里6个。哦，不过唔知打一个是15000哦。是。好，后来咱有2个权利会当迄落啊，有一条权利就是讲，咱常常画一个救人哦。阮救命队长，咱常常换因同齐来讨论，看要公打谁答案。好，啊那第2个就是讲咱的分数，较低啦，咱有权利通啊先选，没错，可能就15000，你选起来哦。分数较低吼，嘿，分数较低。无唔对，就是你有这个权利你先。好，来啊，要选啊哦，要选倒一个。你唔捌做回来嘛？我唔捌，这量力好啊。啊无啦，选一下做回来啦。做回来哦，哈。后来咱看者做回来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。5000啦，做回来无较俗啦。后来咱甲5000摕起来哦。后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。生会嫁加酒芳，生袂嫁四底帮。这句话是形容查某人做艺来的辛苦。啊，你敢知影四底帮所讲的是啥物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免10秒吧？来，7个字。来。好来，观察。安怎讲四底帮？四底帮就是你做过来，你若你若生会过，你就会当迄个做过来嘛。你若生袂过，难散了贵心就是四底帮啊。四底帮1、2、3、4，多甲考起来呢？是安尼意思，是不是？所以小人真辛苦，生啊，做无简单的做。真正友好妈妈啦。是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观察。是，来，咱来看者观察对唔对？终于得了5000咯！哇！好，咱古早人讲吼，生过加酒芳就是讲你若生囝有顺利，吼做过来就有加酒通食。但是若生袂过咧，就无命去啊！吼，以前难产的机会足大，咱讲话做艰苦生啦。哦，你若拄着艰苦生，有时就救袂起来。哦，尤其是迄个大出血时，啊，就爱用观察对个。啊，所以四底帮就是咧讲。这个观察啦，好来，第2个咱要选啊哦，输1000啊，那会输1000，是不是？不了这。所以讲咱今日甲15000摕起来好啊，加油！倒一个15000啊，紧！加油！倒一个15000。来，恁同齐选一个，看要选倒一个。喜剧来接，喜剧啊，咱咧播喜剧的，好，喜剧。来，咱来看者喜剧的奖金有偌济？袂歹，好来出征哦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即马真实行的个人喜剧，你敢知影？伫咧几十当前，捌有一个喜剧演员足厉害，伊捌互人叫做台湾卓别林的称呼。你敢知影这个喜剧演员是啥物人呢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免想。免10秒。来，考袂了。哦，好，咱来看一个考袂了对唔对？来分数，终于得了7000咯！过啦！真好胜，好胜，你也拼我啦哈！后来咱请赛解说。伊这个人吼，伊本身唔是姓苦啦，伊姓叶啦吼。啊，不过伊咧演出来是用这个做艺名啦。啊，伊和这个姓吼，啊，佮讲伊足可怜的，所以叫做可袂了。啊，伊当初演戏是足清的，赚足侪钱的，但是伊就目着这毒品吼，啊，所以伊的身体无够好。啊，到尾后，因为伊赚足侪钱嘛，拍电影的时候，伊明明都袂叮当，倒入面床，佮有法度拍电影佮赚钱。哦，所以这是讲起来是一个足厉害的人，嘛是足悲惨的人啦吼，因为到尾啊。算一个，伊是演喜剧，不过伊的心情是一个悲剧啦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来，换采花姐啊，你啊。哎呦喂啊，这边山上哈，都有15000哦。哎呦，红包好啊，红包。哦，来，咱来看者红包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12000哦。真正是红包啊！来，记得摕起来哦，摕起来就偌济啊你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过年时啊，红包互人，但是千万唔通甲红包迄个喙甲封起来，原因是啥物咧？是惊迄财运去互伊断去，还是会去阻碍到你祝福的表达？好来，你10秒。是惊迄财运会断去，还是你的祝福无法度表达互伊？叫人啦，叫人哦！咁啊是财运票，拢咧发钱嘛，对，是种祝福啊。对，你讲呢断去无好啊。对，所以袂使甲封起来嘛。是。嘿啊嘿啊嘿啊！所以你的答案是过年包红包唔通封，是啥物原因咧？请问过年时啊，红包互人，但是千万唔通甲红包迄个喙甲封起来，原因是啥物咧？是惊迄财运去互伊断去，还是会去阻碍到你祝福的表达？好来，你10秒的时间。红包落啊，迄个喙唔通甲封起来。对。是惊迄财运会断去，还是你的祝福无法度表达互伊？叫人啦！叫人哦！叫人哦！嘿嘿嘿。好，断去。你会使讲。因为我这个财运叫断去啊。嘿，我嘛是感觉是财运票。拢咧发钱嘛，是种祝福啊。对。你讲呢断去无好啊。对，所以袂使甲封起来嘛。怕积水啦，嘿啊。怕积水。所以你的答案是惊财运去互惊财运去互断去。好，来咱来看者，惊财运去互断去，对唔对？来分数，恭喜你了万里哦！超过啊！对，这个红包吼，咱一般包红包人袂甲封起来啦吼，就是希望讲迄财运继续啦。啊，若是咱有人过身，咱包纸镜，咱台湾来讲纸镜就是，即摆少人讲白包啦，啊，其实古早叫做纸镜啦吼。啊，纸镜吼，就爱甲封起来，就希望讲歹代志莫搁继续发生。哦，所以一个是希望继续，啊，一个希望讲会断去安尼。哦，所以两个无共款的意思。好，来继续。有万5免惊。万五，银票内底有万五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银票奖金有偌济？6000嘛，袂歹啊！来，请出题。请问台湾1000块的银票顶悬有4个囡仔，你敢知伊代表的是台湾教育的希望，还是济囝济孙呢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哎呦，唔骗哦。教育的希望，济囝济孙。哦，因为咧看迄地球啊，哎呦，应该咧合适啊。时间要到3、2、1。教育希望。哦，是你，因为你有拄仔有讲过嘛，看伊个地球嘛，对啊，是啊，若是囝济搁囝孙，济孙搁济囝搁济孙，无啊，你有感觉？较无像，嘿，因为迄种学生啊咧学习。哦，好来，咱来看者哦，台湾教育的希望对唔对？你若去甲真足看吼，拄则因有讲吼，毋是干那4个囡仔，还有一个地球伫遐啦，啊，还有一个咱叫做吊镜，吊镜就是望远镜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要互因看互较清楚的，哦，会当对世界较侪了解，所以这是咱希望讲囡仔受较好的教育，会当有迄个世界观啦，哦，毋是干那讲知影咱台湾尔，会当知影全世界代志，所以这是代表这个价值观。当咱即马这几年。囡仔大家生较少啊吼，无定咱后摆出的钱，就会希望是济囝济孙啊。来，咱继续哦，万5未出来呢。加油哦！你会选啥？我选德啊好啊。你选德啊？啊哪里咧？啊哪里？全6个万里德啊！你感觉倒一个好，就是倒一个。 6月好啊？6月，好，咱来看一下哦。6月奖金有偌济？3000嘛，袂歹道理啊！啊，你个比手啊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哎呦喂啊！请问俗语伫咧讲6月什么假有心呢？因为这款青菜伊的产季大出的时阵是咧12月甲4月，所以6月若有出，就是一定假的。请问伊讲的是什么青菜呢？来，这唔免10秒啦。 6月挂菜假有心，是，这唔免讲，就拢知影啦。来，挂菜对唔对？ 嘿
咱定定听人讲6月挂菜计有心，其实后壁定佫听人一句讲，菜篮灌水互高啉。我摕菜篮去灌水互你啉，咱菜篮水底袂调嘛，拢了，所以这样做假有心啦。这个挂菜吼，咱拄有讲过，伊是11月到4月才会大出啦吼。你6月是可能都还未种落咧。咱讲这个心是啥物？就挂菜心啦吼。你个挂菜若卖规丛甲烤开吼，你敢若你个虾来食吼，伊到尾也就有一个菜心出来。咱到寒天时你去菜市就看人咧卖大菜心，对，迄个就是挂菜心啦。还有一种小菜心，小菜心是这个花仔菜的菜心啦。咱一般讲的这个大菜心就是挂菜心。你若讲6月有迄种假的，都爱到寒天时大菜心才会出来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继续哦。看你是不是？万国我袂出去。我感觉万里，来对。来，咱来看这个万里的奖金有偌济？1万，嘛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去到万里一定要食万里蟹，你敢知影？万里蟹伊是一种饲仔的品种，也是万里区行销的品牌咧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你要出几几个落啊？万里外景。饲仔无唔对啊，行销品牌，万里行销品牌。6秒，要救人啊！来救人哦！来，紧嘞！你感觉品种敢有叫万里的？我感觉是行销的品牌，我感觉啦。对，我感觉。阿玲，我嘛感觉。哦，应该无这个。有看过别种的迄品种的名，但唔捌听过万里。嘿，行销的品牌好，我相信我的队友。咱来看一个万里行销的品牌对唔对？厉害！来，分数，叫伊得了1万哦。咱主要讲这是一种饲仔啦吼。其实万里出的饲仔唔哪敢若一种尔，咱有3点饲仔，有灰饲仔，这看起来是无共款的。万里拢有出，不过伊行销的是吼，因为可能若安尼讲，人唔知影，所以伊讲是万里蟹啦，安尼。万里的一种这个金马毛蟹，毛蟹啦，毛蟹，万里蟹毛蟹。正经讲起来，伊是灰饲仔加这个3点饲仔啦。不过伊用这来行销，大家知影讲，若要去食去倒去万里。其实唔是干那万里，阮家人嘛有啦，可能宜兰嘛有，高雄嘛有，不过用万里蟹出来以后，大家拢感觉讲万里会较好，其实无影啦，大家拢做过。好，来，紧张刺激啊，1500个对哦。系啊，1500。来，一个1500，一个1000哦。哎呦，嘿，拢无，头甲尾拢无，上少甲上济。对，安尼。来看你的运气哦。即马决定权伫咱的菜花子啊身上咯。哎呦。来哟，蛇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蛇奖金有偌济？这枪啊！哎，我拄则讲要选择啊，安尼就免比啊，叫你选择啊，运动家的精神，你白讲爱选择啊，1000嘛是对哦，有倒起嘛是好看哦。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网络顶面，泉水泉水的泉吼，常常摕来形容讲话碰风，也是讲真后写文章的人咧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泉啊，泉，是文有文章，还是讲话碰风？真后写文章，也是真后碰风。网络泉啊，来，时间到哦，来，应该是真后碰风吧？你确定？哦，真后写文章的人。好，真后写文章的人。讲话碰风。讲话碰风啊，碰风啦，碰风啦。不要紧，看你家己。系啊，改变。真后写文章的人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真后写文章的人对唔对？都爱相信家己啦。这个泉吼，就是咧讲咱台语讲一讲人真后碰讲足够泉的啦。所以泉吼音活啦，所以用这个泉来讲你咧泉啦，我不爱相信。所以讲你讲的话不老实。足够泉啊，足够泉啦，啦，真切可
能会稀奇。没啦，这种装身体真好。来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来，上不要这样。哎呦，对啦！来，第二奖品有啊这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的德东德北拢伫咧新竹，啊，毋过德西里就无咧新竹啊哦，你敢知伊伫咧倒一个县区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西，嘿，德西里。新竹，我袂知小叫来哦。 3、2、1，起来，先搞紧。苗栗。 哦，你头出这我你海谈，足够赚，苗栗都无可能啦！我甲你讲，一定唔是苗栗啊！迄甲你讲，我出外景出遮济，德西。我甲你讲，迄应该是伫咧婚林遐。啊，你过龙水溪啊！哎呦，婚林搁过，婚林搁过，我甲你讲，我家己。 我安尼甲看走就家己啦，系啊，一直往啦，台南，哎，你想这，我拄则才讲两句尔，你少只。高雄啦，我甲你讲啦，啊少冻袂调啦，高雄啦，你到底受几个关系啦？屏东可能先过南部，高雄好啦，高雄啦，你家己要坐啦，每个你都赢，你也冇对，高雄好凊彩啦，南部去县市要坐啦，高雄。来，咱来看下高雄对唔对？哎，什么？出来跳舞，嘿，跳舞更，地板动作，耶，ending pose，终于第6万5咯！我高雄人我唔知，你唔知吼？高雄吼，本来有一个德来里啦，啊，不过这个德来里吼人足济，啊，真快伫前海伫前江吼，啊，这里伤大，所以甲切断两个，啊，一个就叫做德中里，啊，一个叫做德西里，啊，所以这个德西里是伫高雄啦，唔是伫个这个有只头前讲遐其他所在。原来伊讲4个关系呢？哦，不要叫你讲对。可能有哪4个哦？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看分数哦，系看分错对54000。哎呦好，啊来咱秀对咧，哦29000嘛袂歹。好，今日咧10秒6000几。 10秒6000几，看图有俗语。是，咱等下有一个图互恁看，伊拢会画伫顶面，啊，恁就用俗语哦，是俗语哦，吼，几个字顶面拢会写哦，啊，分数咧。哦，咱这分数吼，就是用秒数来代表。咱今嘛吼，是毋是54000块？就是54秒。上悬的呢，54秒，54秒，不过人进前来拢有加落去，咱这无加，咱会歹势。哦，就真正来加落去。安尼我甲恁提30秒，变84秒。好来啊，3题哦，一直讲。我听到在法庭哦。来，第一题，咱请出题，请看。有啥物牛？我介意的工课，做人爱无什么做牛爱。你若甲愿意做物件，无来台。变奖金咯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。我听到在法庭哦。来，第一题，咱请出题，请看。有啥物牛？我介意的工课。哎，咱买只。牛就是有空北京嘛是牛。做人爱无什么做牛爱。做人爱你若甲愿意做物件，无来台。刚刚这。
什么做牛？什么做牛？甘愿做牛免惊。提示来，给你提示。免惊无嚟通拖。甘愿做牛免惊无嚟通拖，这个。你啊！这个真难着，第一个就10个字啊！第一题10个字。我拢要咱数几秒哈？好来，是啦，还未扣掉，阿未哦，嘿啊，够有啦，够有啦，够两题啦，加油，好不？够两题，嘿，上紧的哦，好，应该是有字较少啊。哎，愈来来，第二题，来，嘿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来这看，喂，真简单，真简单。嘿，安怎？迄只顶管迄只啥？另外一只准会吹风这个。哎，啊，你迄两个拢无来哈？这因两个这较无遐强啦，对，较无配合较无遐强啦，是。个配合拢夹起。但是爱够3万9哦！哎呦，3万9袂歹啊！准过水无痕呐，来，是，好我斟酌看哦。好来，上尾一题，来上个咱请出题，来请看。安怎？暗顿食啥物？牛排，加鸡排，加油！清洗中食西餐，清洗、护心、灌酒、灌啥物？灌哪继续饮？搞嘞！来，你提示。有啥物？有果皮，有看有加够了。啊，这个。哎呦，哎，这真正有影无好看，无好用啦，太无用。来，不要紧，不过奖金分数够有呢。来看这偌济，啊，够17秒，够17000块啦。袂歹，有食够有料。是。好，来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来，奖金，万岁！来，咱有奖牌要送您哦，金牌啦。好，来，咱即摆趁着啥，你知道？咱即摆趁着跟宣传这里，啊对啦。嘿9月26，拜5暗时8点啦，tok show 大家有够好看啦！来，你讲好唔好？好，来，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感谢罗光行老师，罗兰辛苦。谢谢老师，辛苦。再见，有机会到顶变得意，祝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，感谢彩华，谢谢。感谢一点，感谢这边，这个来，下掌握，感谢浩主大哥啊，哎呀，谢谢，再见，然后到时候。